今日继续来到南投县的鹿谷乡，发生着惊险的车祸。两个19岁这个少年家骑奥多摆小载，骑了伤紧咯。伫转弯的时阵，触链刹车，遐尔啊拄好对向的车道，一台游览车拄啊好驶到位，两个少年呢连人带车出入去车卡，这些代志大条。好在加在祖公啊有保庇，虽然两个人愈到大康细致，不过拢无性命危险。 头前的奥多摆两人相载过弯的时阵，煞拍出雷残。奥多摆是触对对向的车道，拄啊好有一台游览车驶过来。奥多摆顶的两个人拢触对游览车的车底，游览车是赶紧打动。救护人员来到现场，赶紧将倒咧游览车头前的民众救出来，伊的伤真严重，赶紧送病院。地板有点湿啊，他打滑就摔出去啊，游览车又先停了。 事故的地点伫南投的鹿谷，当时当咧落雨，这两名骑奥多摆的小仔龙世黄19岁，因是饭店的同事，因对溪头骑车落山过弯的时阵煞来累残。外地游客不熟悉当地状况，以至于下山的时候车速过快，导致常会在该路段产生就是车祸擦撞。 消防队嘛呼吁骑山路过弯速度一定要放慢，好加在游览车的档啊有够耐，啊无这两名少年呢，可能就毋是侧伤遮尔简单。